羅陳彩絲小學一直都有4位心懷絕技嘅守護者守護大家。我係尊龍，我支神奇畫筆可以將所有夢想變成真㗎。我係忍者龜，我嘅神箭百發百中，奧運金牌遲早都係我嘅。大家好啊，扭計識啊，我最中意就係跳舞啦。我係西方慢工，有咩發明認證交俾我啦。我要將所有快樂同夢想都一一搶走晒。哇！快啲嚟睇下，跟唔到豪華團喎！想住5星級豪華度假村，只需要3270蚊咋？仲話4人同行1人免費？出發！咦？尊龍佢哋呢？頭先仲喺度㗎，點算啊？佢哋唔見咗啊！楚師噩夢40週年校慶劇，3月27日，約定你，到時見。究竟羅陳彩絲嘅學生能唔能夠成功揾返啲守護者呢？